大家好，我係茂哥。自從 A 仔離家出走之後，鄭志文 Sonia 大權在握 ，Rosewood 攞世一嘅酒店不在話下，會所界亦風起雲湧，卡勞動作多多。不過今日暫時唔講住，市場上亦對太子女 Sonia 一面倒正評，尤其佢揸旗嘅周大福珠寶，周大福珠寶過去一年股價急升，因為金價升啊嘛。而今年最令人矚目嘅係金價由去年底3.8萬蚊一兩升至年初時5萬蚊嘅一兩。上環嘅利昌金寶更加出現人龍搶購金條，搶購一空之後再搶購埋銀條，亦有人趁高位攞金器去上環嘅中記以及海聯套現。香港人當時真係愛金愛到發晒狂啦！坐擁金鋪嘅周大福照道理賺大錢啦。的確冇錯，年報顯示剛過去嘅一年賺咗90億嘅純利，但係聽得午後講鄭家就一定有但係嘅咧，基本嘢嚟嘅啦。周大福去年純利按年大升52%，去到90億，但喺金價對沖上面賬面蝕咗62億。你可以樂觀咁睇，金價對沖輸咗62億都賺90億，亦可以話負責炒金即係對沖嘅團隊令周大福賺少60億。半杯水原理，睇你點睇呢？其實周大福嘅中期年報已經透露，黃金對沖方面虧損咗31億。對於一直被視為人生贏家、帶領集團銳意改革嘅 Sonia 鄭志文，對沖輸60億，就唔知算唔算佢接掌大權以嚟最大嘅敗仗呢？亦有人用中信泰富榮智健炒窿澳元嘅 accumulator 導致落台嘅往事嚟對比。今日午後就會帶大家睇下周大福本業賺90億，但金價對沖蝕咗62億，係老貓燒鬚定係必要之外呢？究竟輸60億同中信泰富08年金融海嘯炒窿澳元輸155億有冇可比之處呢？首先講翻周大福對沖黃金嘅記錄，喺2024年之前，黃金對沖嘅虧損會直接放入銷售嘅成本，但2025年開始就重新分類為其他收益及虧損，咁樣毛利就會好睇好多啦。周大福對沖黃金喺2026年輸62億，2025年輸63億，2024年度輸37.57億，2023年度輸15.46億，即係基本上喺金價升嘅時候，周大福係一直輸黃金嘅對沖，而輸嘅金額一直都唔少。咁你可能問啊，點解周大福要做黃金對沖呢？要講解點解要做黃金對沖之前，首先要了解下黃金嘅背景資料。目前世界各地嘅中央銀行嘅黃金，大部分都係儲存喺美國紐約嘅聯邦銀行以及英國嘅英格蘭銀行嘅金庫裏面。全球官方嘅黃金儲備大約57%放喺紐約嘅曼哈頓地下25公尺以下。美國佬儲存黃金最經典嘅事蹟為前法國總統戴高樂就不滿美國憑藉美元霸權就輸出通貨膨脹，1967年要求美國按布雷頓森林協定嘅35蚊美金兌1盎司嘅定價，將法國手持嘅美元外匯全部兌換成黃金，並派出軍機將呢啲黃金喺紐約運回巴黎。呢件事成為最終導致美元同黃金脫鈎，而美元後來同石油重新掛鈎，先得以重建霸權嘅地位。不過此屬後話。而全球第二大嘅黃金儲備儲存位於英國嘅倫敦，擁有超過100年嘅歷史，所以我哋成日聽見倫敦金，倫敦金其實就係指存放喺倫敦嘅黃金。倫敦金嘅純度係唔可以少於 99.5%， 每條重量係400盎司。好啦，入翻正題啦，因為擺放黃金係需要成本嘅，好似倉租、保險以及保養費咁。中央銀行為咗回本，會將呢啲黃金借俾大型嘅銀行，例如匯豐以及摩根大通等嚟賺取收入。呢啲銀行統稱為金條銀行。佢哋借到黃金翻嚟之後，就會再轉借俾珠寶公司、礦業公司、煉金商以及製造商等，從中賺取利潤。而珠寶商實際嘅生產流程為：若果今日買入黃金翻嚟做金飾，由開工製造到真正賣到出去，最少都要幾個禮拜。但係金飾嘅售價係直接同市場金價掛鈎嘅，萬一到時價格突然大跌，周大福用高價買翻嚟嘅金，但低價賣金飾出去，隨時就要蝕大本啦。咁周大福等一眾嘅珠寶商就諗到利用黃金借貸嚟減低金價下跌嘅風險啦。
佢哋可以向當地嘅金條銀行借入倫敦金，假設借入3萬安士嘅倫敦金啦，而金價就同利息會固定晒。假設當時金價係每安士5000蚊美金，年息5厘，借貸日就60日。根據黃金借貸條款，周大福還利息通常有2種選擇，一係就用美元俾利息，按營幕計算就需要俾120萬嘅美金。第二種方法就直接用黃金嚟還利息，借3萬安士就還250安士作為利息。為咗方便計算，假設1安士嘅黃金可以做一隻金戒指，咁3萬安士就可以等於做3萬隻嘅戒指啦。咁戲肉嚟啦，周大福就開始賣戒指啦。每隻戒指嘅售價都係按住當日嘅黃金市價，再加上若干嘅利潤，即係 mark up 嚟定價。每過完一日，周大福就會清點當日賣出咗幾多隻嘅戒指，然後再喺即時市場買同等重量嘅黃金。例如今日賣出咗1000隻嘅戒指，周大福會即時向金條銀行買翻1000安士嘅倫敦金。聽日賣出5000隻嘅戒指，周大福就會同步買翻5000安士嘅倫敦金，如此類推，一直到佢賣晒所有嘅戒指為止。換句話嚟講，當3萬隻戒指以市價再加利潤全數賣出之後，周大福手上亦同時買齊咗3萬安士嘅黃金，就可以用嚟還俾銀行啦。由於呢批黃金全部都係喺戒指賣出嗰陣以當時嘅市價同步買入，咁周大福就成功鎖定利潤，完美避開咗金價波動嘅風險。但理論同現實嘅差距永遠都係存在嘅，實際操作就會遇到一啲問題啦。例如戒指嘅售價未必可以做到同黃金市價完全同步，不過既然售價係市價加埋 mark up， 只要 mark up 夠高，問題都唔大嘅。另外每日要買幾多黃金，完全睇當日賣出幾多隻嘅戒指，但通常要等每日嘅日結之後先知，所以周大福可能需要提早日結嘅時間，或者將買黃金嘅時間推遲到第二日或者更後。而當周大福向金條銀行借咗3萬安士黃金嘅時候，實際上佢係爭緊銀行3萬安士嘅黃金，而佢必須要喺60日之後買翻3萬安士嘅黃金還俾銀行。呢個就等於喺金融市場上做咗一個短倉啦。而當金價升嘅時候，周大福雖然可以用更高嘅市價賣出戒指，賺取到更多嘅現金，當然前提係需求不變啦。呢度就唔好搞到太複雜啦。另一邊廂借貨嗰邊佢就要蝕，因為佢必須買翻實金嚟還俾銀行。當金價急升時，佢每日收工去市場補倉嘅成本就變得高咗啦。如果理論上賣出一隻即刻補翻一隻，兩邊應該剛剛好抵消嘅，周大福依然可以穩賺中間嘅加工費以及利潤。但現實中周大福會面對3個嘅問題。第一，啲客瘋狂掃貨，當國際金價喺幾個鐘裏面暴升，而周大福門市嘅標價即係牌價未能即時調高，市民見到有平貨當然衝入去掃貨啦。早排 Apple 咪調高售價嘅，呢個大家唔難理解啦。當周大福以較低嘅價格賣出戒指，但到夜晚收工或者第二日要去市場補倉時，就以暴升嘅金價買翻黃金還俾銀行，低買高賣，直接就錄得虧損啦。第二就係時間差嘅風險啦。上面提到周大福通常要等到日結先知道今日 total 鋪頭賣咗幾多隻戒指。如果金價喺下晝3點鐘暴升，但周大福要等到夜晚8點先向銀行買金補倉，咁呢幾個鐘頭嘅差價就足以令周大福所有嘅 mark up 蝕咗大部分，甚至需要倒貼。第三就係唔係即日補倉啦，希望捕捉機會等待金價嘅回落，但連續嘅暴升市場就可能導致周大福一時三刻買唔到金，或者需要以極高嘅日價嚟補倉，令到周大福被逼捱貴金啦。咁同為上市嘅六福珠寶有冇出現咁嘅情況呢？據佢24-25年嘅年報顯示，金價飆升就引致佢期內黃金對沖嘅損失由較早一年嘅1.2億飆升至4.9億。其實點樣對沖金價嘅上落，認真考技術嘅，金價上落直接影響業績，所以關鍵嘅都係公司嘅黃金實際操盤人。但過去一年黃金價格大升，周大福負責炒金嘅團隊係咪日日補足倉，定係想搏一搏遲啲補倉，變相導致佢嘅黃金淡倉做過咗龍呢？搞到造成會計上嘅巨額損失。
咁當然啦，炒金呢啲對住個市嘅嘢就唔會文女直接負責噶啦。睇嚟同叔仙遊之後，不論純官 A 仔、文女投資嘅眼光都麻麻喎。鄭家揾次益下小股東啊，唔好次次輸俾外姓人啊。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若果想大力支持我哋，可以 super fans。多謝咁多位，尤其係會員嘅支持。